真侪民众拢认为讲，咱国内饭店价小实在是伤贵咯。台东县年底歌手阿妹要登去唱跨年演唱会，台东县政府为了避免饭店搁再起价，嘛已经展开稽查，嘛发现讲有2间饭店超未绑景，有要求要限期改善。离台东县年底的跨年晚会还阁1个月假，县府自这个月开始加强到各饭店甲民宿稽查，包括是毋是有趁机会有关介绍，还阁有卖出去的客房数是毋是甲申报数目共款。到即马有发现2间业者违规，希望业者会当遵守规定。我们稽查到了有2家的业者他已经有扩大营业的状况，那我们已经寄发陈述意见书给他。我们自己针对会员也有做一个宣导，县政府也有做一个公告宣导。伫即马台东县的饭店甲民宿跨年的订房率差不多8成左右，因过县府进前捌发现，若愈晚活动的日期，网络订房平台介绍县市旅宿业者定的标准，互人检举的愈多。县府请业者爱注意，莫互旅客歹印象。那网络平台业者认为在过年或是跨年这段时间是热门时段，他们就自行调整价格。结果他们涨的价格就超过了旅宿业他们承包的规定，因为抑制房价，我们才能有机会再来这里玩啦。县府强调会继续进行旅宿业房价稽查，请业者爱依照旅馆民宿业相关管理规范，公平公开介绍。若无依照消保法加发展观光条例等规定，相关会当裁罚30万，并且公布违规业者名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